大家好，我係馬叔叔。如果就咁睇，你會唔會以為我喺馬會嘅高級會員包廂入邊呢？其實唔係嘅。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嘅係跑馬地 Rose Court 逸樓，屬於區裏邊嘅傳統豪宅，有多位名人曾經住過，其中有白雪仙啦，有李錦記嘅家族，同埋有呢個影帝張家輝。佢嘅樓齡已經有63年噶啦，共有2座48伙，樓高12層，全部都係2000尺嘅大型單位。嗱，其實逸樓個位置咧，距離銅鑼灣上廣場咧都係幾百米嘅啫。我地鐵站都唔使5分鐘。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呢間逸樓咧係一個頂層單位嚟嘅，咁尺數係2049尺，4個房。其實逸樓上年我都介紹過，當時極速咁成交咗2個單位，成交價高達3980萬。喺馬會度咧擁有一個私人包廂咧，基本上就好難噶啦。咁但係而家咧，你有機會買層樓，就等於有一個馬會嘅私人包廂，仲睇到啲馬喺你面前度奔跑，落咗注嘅睇住佢喺度走。幾刺激！轉彎轉入大直路啦，轉彎睇到晒啦。舊樓嘅特色咧，通常都有個大露台嘅，咁樣依個都有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喺飯廳嗰邊咧係有2個好大嘅窗，咁啊做到兩面對流。呢個單位總共有4個房嘅，咁啊左邊咧係有2個，右邊有2個。向馬場2個房咧都做咗落地窗啦，咁其實喺任何位置咧都睇到一個最靚嘅馬場景。喺主人房咧，佢放咗個書台咧喺個窗前面，咁啊其實可以睇到好多細路仔啊，好多人喺度踢波，咁都幾解壓。喺度工作嘅話，壓力都少好多。3個房咧其實都好大，咁呢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細房嚟嘅啫。佢都可以擺到一張大嘅雙人床，3邊落床都得，擺喺中間4邊落床都得。其實成間屋嘅裝修咧，因為業主係自己用嘅，唔係攞嚟放租，所以變咗好多細節位咧做得幾好啦。呢度有張細台嘅，咁有埋啲插蘇掣。其實呢個位咧，佢可能隨時都攞嚟上網做嘢。咁廚房咧，咁配咗所有嘅廚電噶啦。咁你見翻連紅酒櫃都有嘅。咁舊樓最大嘅特色咧，我以前都講咗啦。工作間係有個大嘅露台窗嘅。咁另外咧，呢個工人房咧，都超級豪華噶啦。咁有淋浴間啦，同埋有一個帶窗嘅工人房。其實咧，業主都係我啲粉絲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，記得盡快聯絡我。